耶稣徛伫城墙顶面咧流目屎，透过清早的雾，伊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城。日添正中，伊想起最前辈的正献碑，一世纪搁过一世纪，因传讲尊贵的应允，一摆搁一摆向世间人发出。总是伊的声音，却常常互万分甲恐怖的声音引诱。若亲像父母少年一个失迷的囝儿，伊的心刺插，爱要将伊的百姓住入伊的身边，亲像一位忠心的牧者照顾伊的羊群，伊爱要抱因伫伊的面前，伊的温典的双手要保护伊。当日头已经出来，伫伊的面前就是通到耶路撒冷的路，伊就起行。真清楚，伫头前的路是一条用忧伤、痛苦铺出来的路，但是却是充满着伊大疼痛的路。一定要到正百姓的所在，对因搁一摆传扬上帝的应允。上帝的真理绝对着搁一摆伫圣城弯弯发弯的路中传遍各所在。对于疼痛热心的目屎中，伊看见侪人要来迎接伊，众人手也张手机，哪耶哪对伊发出咆哮的声。伫迄个时阵，众人已经看见一个大光。因也赶紧来要迎接伊所盼望应允的君王。